这般这般，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。四面大梦舞，敢是人间？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，清清暗风拢拢明月，看无缘灯，看看的平原，静静的海洋。天星悬悬，如此这般咱永永远远。这是台湾的声音，这个声音的故乡伫恒春哦。讲到恒春民谣，你一定会想到思乡记。这是走唱歌手陈达伫60年代唱红的一条歌。不过恒春歌谣是博大精深，伊背后所代表的是如深的意涵。今仔日，咱就要去看一群人安怎用一条歌来讲伊的生活。这是一出恒春人的生活纪录片，嘛是一阵民谣家族的故事。在海滩底浮漂，你心肝苦啊！大家拢讲有100年历史的恒春民谣是我的，歌毋是死的，那是我的。咱今日就来拜访代表恒春民谣精神的人物，到底来听历史、学创作，唱出思乡曲。透早起来，天未光，手举低头要顺田啊，爸爸为着迄三顿啊饭，唔惊迄餐水。冷啊，酸酸。阿妈，你这歌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咧唱啥物歌啊？这歌哈，透早起来天就要光啊，手举低头要顺田园，为着三顿饭，唔惊餐水冷酸酸。杨仙女阿嬷88岁啊，伊是恒春民谣的传艺师。哪种田哪唱歌，想到啥就唱啥，这就是演过恒春人的生活。过汤，迄人命歹有时啊阵，阮的命歹才牵啊长。小妹仔在大，迄苦过啊远，三顿白落苦啊过汤。俺就对啊，唱家己的啦，这家己的啦，啊，咧讲互恁听安尼啦。你的声音有够大包，有够响亮的咧，安那练咧？较早的老人吼，拢有在唱，有在唱。啊，唱了吼，听了有意思，甲记起来。啊，伊迄老人迄吼，有入眠了组，伊就甲我叫去啦。啊，叫去，就哪听，就哪唱，啊，就安尼，就安尼来的啦。仙女阿嬷一个人过伊的四分地，为少年就种田饲囝，非常的辛苦。伊毋捌字，毋捌音律。伊唱的拢是自细汉就捌听过的歌。阿嬷自从加入民谣团了后，全台湾行透透。伊讲吼，伊会接唱民谣，互大家听。听堂小妹仔出来外人，有诶甲我讲，啊
你咧唱，你他无咧带，哈，遐济人要甲你听，啊，你搁带就无去啊，爱唱无去啊，啊，咱毋捌字的，就人也唱，咱就甲记咧，安尼，即摆记袂牢呢，都爱定记呢。哎呀，唱民谣，即摆少年仔40、50岁，迄嘛还阁袂晓呢。树啊，双啊枝，阮厝徛伫啊。断层是真侪传统文化会拄到的问题，乡村民谣嘛无例外。乡村民谣上迷人的所在是伊的歌词足生活化。安怎互民谣较晚近离我的生活？徐吉福算是中生代的成员，伊当于故乡学习创作，线接着特别面临断层的民谣之路。我为你，哎哟，天有何处啊？一两字啊喂。哎，福哥你好，哎，你来，你好，福哥，咱这头这个乡村啊吼，叫咱听到的，对，主要是毋是生活化，看到这树边的风景来创作的。嘿，真济拢是安尼，以风景看到风景写一拍了，再去写一拍你家己的心情，是讲写男女的关系啦吼，迄种爱情啊，嘛是拢用安尼写一拍，伊个四句嘛，头前2句写一个前，后边2句来讲一个即个感觉安尼。哇，看到风景都有这个感情来写歌嘛。系啊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头你讲思乡记，但是有思乡起，有啥物无共款呢？这吼，这是。因为这有几两种讲法啦，但是以阮家己阮的想法是安尼啦。因为你看伊咧唱树啊、双啊枝、双枝，你若讲树上起，你也用唱你啊，树啊、双啊起，比如爱安尼唱才对啊，对毋对？你用以字音来讲，所以字音是树双枝、双枝，是双枝，这是有根据的啦。福哥啊，等者来恁兜啊，你甲我教变啊创作好无？好。听讲恁兜足水的。无，迄头地主啊。伫倒位咧？来，伊咧山大山骹，我遐叫做望沙。望沙。对嘛？来恁兜的好处。好。望沙里，出了北门啊，行。山边，哎哟喂，一粒石头，我为你，哎哟，客有何处啊？一两字，哎哟喂。哇，福哥啊，头你唱完知影吼，恁兜门口这个离好处，是这个意思嘛？对。咱会当来看卖咧。好啊，来，创作诗的福哥。哎，福哥啊，我看你真侪这个诗都是用月娘做题材对无？哎，若是讲咱来做一首中秋月圆的诗路，你敢教无？你教一个？无，我讲啥？中秋月圆哈，无我来起一个头，你来想第二句，我写第一句。中秋月圆食月饼。中秋月圆食月饼。中秋月圆食月饼。这个文卡上界歹斗呢。这个歹斗。佫是一年团圆斗，好无？斗起来好无？大家团圆敢袂使？袂合饼，饼是影，影，迄个影，伊迄个音是影，饼。所以，佫是一年看安尼啊？哈，对安尼就一句啊，看安尼啊，对，名甲饼
是，港药，就安尼阿文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多谢好哥。想食烘肉弄破鼎。安尼是有运，鼎行，迄拢是会使。有啦，安尼嘛是趣味啦，嘿啦。有阵时啊，咱这诗就是安尼啦，嘛会当写介趣味的啦。那像你安尼写了，就介趣味啦。所以，伊个人当这是你的情绪啦，啊，甲迄个当下的感觉介重要。词写好，搁会搭曲，乡村民谣拢总有6种调，根据演唱者的心情自由的搭配。所以，福哥咧创作的时阵，拢是先写词，才来看倒一种曲调上下唱，就甲仙女阿嬷同款，配合环境甲心境，想到啥就唱啥，这就是乡村民谣的生命力。思乡机，细汉听到思乡机。感觉迄是阿爸阿母的代志，大汉想起了思乡机，心内煞有一点仔的挂意。等甲阿爸阿母做先去，才知影思乡机嘛有我的代志。思乡机有阿爸的声，思乡机嘛有阿母的影。思乡机有故乡的气味，思乡机是我囡仔时阵一个美丽的记忆。我是乡村人，我会乡村来意，我是倒水人。乡村民谣馆是乡村半岛顶面上会当代表乡村民谣的所在。伊的前身是病院的员工宿舍。民国93年8月完工了后，就变做乡村民谣的厝。若是民谣家族练唱的所在，这嘛有陈列乡村民谣过往的历史。成百条的民谣歌曲，大家会当来这慢慢啊听，慢慢啊感受，唔免会晓唱，会晓欣赏就好。今仔日伫民谣馆的头前，有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要来甲阿公阿嬷做伙唱哦。乡村民谣的悲伤感，拄到这群囡仔会变做什么款哩？我真好奇，紧来听看卖。民谣好玩吗？你会介绍乐琴，对不对？你们出去玩也会唱乐琴、唱民谣，对不对？以后海洋，以后海洋，就是我们那时候选择恒春国小。其实看到他们有在教民谣，然后一些比较多元的学习，对，然后有时候教到民谣，他们就会去外面民谣快闪，嘿，是我们上次有去南州糖厂遐唱哦，遐就是一个遐表演的人，有乐团在表演，然后小朋友就跟他们一起表演，然后他们就帮他们拍照，觉得超棒的，对，就是可以认识我们恒春的民谣这样子。伫阮这个年代。阮所接受的这文化传承的教育都有够少的，咱袂使搁互咱的囡仔知影的，搁比咱较少。安尼若讲一代一代一直减少，到尾
这么水，这么本土，这为土地生出来的这文化，这歌谣，有一天会无去。所以咱足紧张，咱足谨慎，要来甲咱这个在地文化，好好啊来做一个传承，而且袂当等日。乡村民谣上佳呀，希望大家来甲，这是台湾一项宝，乡村正有。把位啊无，祖先啊坚心要来过台湾，迄毋知台湾哦。生做的什么啊？乡村民谣是真自然，吼，较早因遮的人吼，讲苦中作乐，啊，乐观，因遮困苦吼，这个大环境无好，风盖头，吼，啊，佫幸佫无水，所以讲有花吼结无籽，有猪仔种无米，食袂饱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因着挂青麻烧火炭，啊，着拿做伙。大家吼是烧换工，毋是讲分这个工资的吼。啊，暗时无聊就唱歌，因着毋是开讲讲话，拢用唱的，分享喜庆，也是朋友做伙开讲搭喙鼓，也是查某恋爱，因无用讲拢用唱的。所以若咧唱，所以就足一曲调。啊，若咧唱，像讲思乡机，若咧唱煞袂落时。你着甲哎呦喂，哎呦啊！过你要哀偌久，想着甲接落来，这着甲外国西方音乐无共。西方音乐你爱先有迄个调，甲甜词，啊，才倒变先有词，啊，你曲会当变动。所以乡村民谣是我的，所以每一个唱拢无共款，吼，伊家己的表达，欢喜的时甲无欢喜的时吼，啊，佫一项就是讲。啊，这个民谣吼，慢慢咱对时代改进有合唱出来，大家好济，团练好有够，自然嘛会当合唱。姑妈妈是乡村民谣馆真重要的推动者，伊毋但到找所在起馆，佮找来乡村民谣上厉害的牛人陈英阿嬷。伊对12、13岁开始演唱，超过一家子啊，即马88岁。逐礼拜拢来民谣馆教唱。这位阿嬷是2020年新出现的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，嘛是咱的人间国宝。要有乐琴，要有唱这乡村的民谣吼，有那无简单啦。一种一种的调无相像啦，啊，因遮啊拢用到咪咪。啊，迄个中心团就甲我讲，你原在唱你的古早调，你唔通有哆来咪，俺甲我交代。啊，我阵每礼拜，阮弟拢拜三下晡，啊，即马该拜一下晡时。啊，我有教。高中的一团，足无彩，无法度，人毕业啊足好唱，台北四界拢人搬请唱，啊搬请唱吼，迄阵毕业，有诶讲要读大学，有诶讲要嫁翁啊，有诶要食头路，拢都散去，啊散去吼，就搁开始招生。啊，这民谣吼，就是即摆吼，拄爱输音，伊介巧，足好弹，足好唱，声阁好。乡村的迄种怎样拢，乡村的学生啊，
拢会去拍。哦，安那？哦，你要学月琴哈？吼，大声唱互世界听，这头前知啊。哦，嘛是西啊吼，第一名是西啊。第一名的，啊叫家己。好，好。大声唱互世世界界听。咱即马先迄个，来，先爱练下上安尼。哎，不是这样哦，来下上，来你即马先看我的，哈。下上，不是下上，下。弹乐琴实在无简单，大师兄都拢出马，即嘛看会出来，这个人袂唱步，免你开喙，拢会主动来甲你教。咱用歌谣会当讲咱在地的历史，也是讲咱在地的文化，甚至来讲即个在地的一寡故事等等。啊，所以即个文化，即个民谣一定爱甲传落去。啊，即个传落去，咱为在地出发，在地人即马慢慢啊。靠公部门馆长、在地理事长、在地学校校长等等，大家做伙来拍拼，已经把这个政治传入去、扎入去啊！咱希望有一天，这个政治会慢慢啊布局，互咱的民谣会当一代传一代，甚至会当大声唱予世界听。